接下來，我哋來看從篇寫作作文。寫作文嘅時節有幾點要注意。第一，要達到題目要求嘅字數。第二，廁所要留一半嘅考試時間來寫。第三，要注意寫題目之前要看四角，答案開頭要先看兩角。第四，要使用標點符號，書寫正體詩，唔好寫簡體詩哦。作文係書寫嘅綜合能力，要提醒大家。第一步，題目聽出要看真，係講文不對題，問題動態。第二步，要先想好幾篇嘅文章，打算用版寫。將落筆去寫，就唔得緊寫緊想，按用時間會唔拉。第三，文章聽出要分段，就唔得漏漏夾夾。第四，當然，正確嘅用詞、詞彙、文法、修辭還有標點，未清楚喲。第五，要盡量使用客語貼真詞。另外，係講做得配合主題，使用按客家老古人嘅諺語、詞賦化也到，文章未會太加分。接下來，我們就從拿到一篇作文題目開始，來思考怎麼審題、構思、呈現文章亮點到文章結尾。首先，審題是非常重要的，看錯題目或沒看清楚、寫離題了。都非常扣分。審完題，你就要接着構思。你必須在下筆之前就想好各段大綱，建構文章整體的藍圖。文章主要的內容必須有亮點。論說文，你可以利用正反不同觀點來呈現，而記敘文或抒情文一定要能具體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。文章的最後，盡量配合自身經驗，回扣主題要求。很多人結束文章時，常過於匆忙而忘了扣回主題，大家要記住這一點哦。